歡迎返到嚟黑卡蒂深夜電台，我係星月巫師。喺月光同十字路口之間，我哋一齊嚟探索魔法、靈魂同埋人生嘅選擇。今晚我想同你傾下真正嘅魔法。真正嘅魔法好多時候每個人有唔同嘅定義，好多人會覺得係我能夠去掌管世界，我能夠去改變整個世界，呢個係一個好強大嘅魔法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魔法。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嚟嘅。我哋總係希望魔法可以解決外面嘅啲問題，例如生活上嘅問題啦，例如金錢上嘅問題啦，事業上嘅問題啦，愛情上嘅問題，希望其他人可以改變。而總係想其他人改變嘅時候咧，偏偏就忽略咗我哋自己嘅內在。如果我哋自己嘅內在唔變嘅情況下咧，外界係唔會變嘅。真正嘅改變真係嚟自外在？真正嘅改變其實必然係嚟自內在嘅。咁點解人會相信魔法啦？魔法其實係一樣好神奇嘅事情。喺現代嚟講啦，大家會覺得呢樣嘢好似好迷信啊，呢樣嘢好似冇科學嘅根據啊。咁但係點解仍然會有咁多人即係幾千年嚟一直去相信魔法咧？其中一樣嘢啦，因為人係害怕未知嘅，人係會驚就係我冇辦法控制呢個世界，同一時間知道自己軟弱嘅地方。佢希望透過魔法攞到一啲掌控嘅感覺，希望可以去控制到外在嘅一啲事情。呢個好常見就係大家會即係嚟揾我哋啊，亦都包括揾唔同嘅地方啊，可能進行魔法儀式。而每一次啦，我哋都係會有一個儀式指引去教大家，其實你需要 tune 嘅係你嘅心態。儀式係一個助力，去幫助你顯化外在。當你心態改變，外在亦都會因此而改變嘅。魔法其實反映緊係人嘅一種慾望，人嘅一種渴望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控制感冇咁強？其實正正就係要回歸自己嘅本心，將個重心擺返喺自己身上，知道自己值得去攞到自己想要嘅嘢，知道自己其實係有能力去掌管呢個世界，有能力去控制到自己想要嘅事情，而唔去害怕呢種未知。魔法固然有個好強大嘅作用，但係你嘅自身係同等重要。點樣去調整你嘅自身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學問。咁魔法真正想改變係咩咧？魔法真正想改變嘅，佢唔係改變緊宇宙，而係改變緊你自己。透過魔法，你對於整個世界，都包括對於你渴望得到嘅事情嘅睇法有個好大嘅轉變，思維有好大嘅轉變。我哋總係會講一句説話嘅，亦都係煉金術一個好出名嘅説話，就叫 As above, so below, as within, so without。中文就叫如上即下，如內即外。佢想講嘅嘢係咩咧？天上發生嘅事情同我哋人間發生嘅事情咧，係有種共時性嘅。好常見嘅，你聽例如我哋講占星學啦，點解你出生時嘅命盤同你會咁相似咧？點解個解讀可以一致咧？點解可能你睇八字嘅時候，咦，出生嘅時候點解可以去 linkage 到你嘅一生咧？紫微斗數點解會 work 咧？其實呢啲全部嘅嘢都係講緊如上即下，天上嘅事情同地下嘅事情係相呼應嘅。所以睇我哋講星相嘅時候，你可以睇到你嘅內在，睇到你嘅人生。而同一樣嘢啦，反過嚟咧，如果你去改變你嘅內在，你去 tune 你嘅內在，整個世界都會因此而轉變嘅。所以真正嘅魔法改變緊嘅唔係改變世界，而係改變你自己。透過改變你自己咧，好自然就會有一個我哋講嘅一個 extra 嘅作用啦，就係改變到世界。佢係有個同步性喺度嘅，而唔係話我單純我自己唔變，我希望整個世界變。呢個心態同真正嘅魔法係唔一致嘅。所以真正嘅魔法要改變咧，
其實係你對於整個世界嘅思維、信念、情緒，亦都包括行動。我哋總係會教大家咧，你要去知道，你基本上要五感投入，就係已經擁有嗰樣嘢，你嘅願望，你已經嚟金錢上，你已經有嗰100萬啦，你已經有呢個500萬啦，已經有呢個1000萬啦，然後現實層面先會反映翻出嚟嘅，係你嘅思維，係你嘅我哋講嘅信念，創造你嘅實相，創造同宇宙有個呼應嘅。所以透過改變我哋嘅意念咧，其實你亦都可以改變外面嘅實相。而儀式真正嘅力量咧，係點樣嚟嘅咧？咁好多客人都會問我哋，其實儀式嘅力量係從邊度而嚟嘅？咁當然啦，即係好多地方都會有唔同嘅神明啦，世界各地都有唔同類型嘅儀式啦。所有嘅神明，佢係一個助力嚟嘅。從我哋講嘅宇宙本體啦，從嗰個一體嚟睇啦，神明係佢一啲化身，佢可以用唔同類型嘅化身喺唔同世界各地啦，用唔同文化去展現翻出嚟嘅。亦都係點解可能你會見到好多神明有一啲相似性，係因為其實佢哋都源自同一個本體嘅，只不過佢用唔同嘅名啊、唔同嘅呈現模式啊，去展現俾大家睇。所以我哋講嘅神明嘅力量，如果推到最開頭嘅本源咧，其實就係宇宙本身。宇宙我哋包括我哋講一體，或者你叫一個宇宙嘅神性啦，佢用唔同嘅神明化身出嚟，就好似睇粒鑽石咧，其實佢有好多好靚嘅面向嘅。如果你唔同角度睇佢咧，佢展露出嚟嘅燈光啦，佢展露出嚟嘅一個折射咧，都會好唔一樣嘅。但係佢都係好靚嘅一樣嘢嚟嘅，佢都係源自原本嗰粒鑽石嘅。所以儀式其實就係同宇宙一個交流，透過神明。而呢一部分正正就係當中我哋講黑魔法嘅一個本尊咧，就係黑卡提，係一個好強力嘅神明，可以幫助大家去將內心嘅啲慾望啦，一啲你好想得到嘅嘢啦，可以去展現出嚟嘅。儀式咧係點樣可以影響我哋嘅心態？點樣去改變我哋自己？透過儀式啦，其實你嘅內在會自然有一個變化嘅，神明嘅力量會貫穿你，亦都包括宇宙嘅力量會連結到你，然後好自然你會有一種我哋講質嘅變化，你嘅心態會有個好明顯嘅轉變啦，你睇嘅視覺會唔一樣啦，你嘅狀態頻率會唔一樣啦，因應你嘅狀態，因應你嘅頻率，宇宙亦都會變化咗。喺嗰一秒鐘，大家都會變化咗。呢個就係如內即外嘅意思，就係你內在有一種轉變咧，你外在會有一種反應出嚟嘅。所以當儀式完成之後，能量貫穿咗你得到頻率上嘅一個提升咧，宇宙都會對應翻你嘅頻率，去俾翻相對應嘅嘢俾你，而相對應嘅嘢咧就會係你嘅願望啦。真正嘅魔法咧，其實佢唔係一種奇蹟嚟嘅，奇蹟係一個特例，即係你完全唔需要改變嘅情況都可以憑空攞到一件事情咧，係一個特例。佢有機會會出現嘅，的確有時會出現嘅，但係佢唔係一個常態嚟嘅。好多時候啦，我哋接好多唔同嘅 case 啦，客人嘅反饋啦，佢都的確係同客人係共同行動嘅。佢自己做咗要做嘅調整心態，佢自己去聽內在嘅聲音，去因應行動，然後儀式嗰邊亦都幫助佢更加聽到自己內在聲音，同一時間亦都幫助佢喺能量層面去推進顯化，兩樣嘢相輔相成，結果咧就達至真正嘅魔法，攞到個好好嘅效果。如果只係講話我乜都唔想變，只係對方變，然後我希望儀式幫我達到呢個效果咧，佢唔係完全冇效嘅，佢一樣有效果嘅，但你遠遠唔及就係自己再加埋儀式兩步
同時合作嘅形式去誕生嘅效果差好遠。心態唔一樣咧，其實佢嘅變化都好大嘅唔同。所以好多時候啦，即係我哋會同客人講，你要調整你嘅心態，你真係要去知道你都要做你個 part。就好似買六合彩，如果你唔買六合彩，你希望中六合彩咧，唔係冇機會，但係機會好微咯。所以你今日嘅你，即使做緊儀式啦，或者你想做儀式啦，或者你自己去做儀式啦，個關鍵係你要比琴日，你要比之前有更大嘅勇氣、更大嘅信心、更大嘅信仰之心，去知道你可以攞到自己嘅願望。淨係呢一點咧，你就已經可以幫到儀式一個好大嘅程度。好多人會驚嘅，好多人會恐懼、會焦慮、會質疑自己係咪真係可以攞到自己想要嘅嘢。而事實上咧，你決心越大，你嘅信仰之心越大，你就會攞到。倒翻轉頭，你越質疑、越恐懼、越焦慮咧，咁你就反而顯化出咁嘅效果。就係攞唔到嘅效果，或者攞得好辛苦嘅效果。所以真正改變世界嘅魔法，永遠都係先改變自己。透過改變自己，你好自然就可以改變到世界。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啦。願月光指引你嘅道路，我係星語無私。咁我哋下個十字路口再見。咁都係同之前一樣啦，咁有啲任何嘅分享啦，有啲嘢想諮詢啦，或者去問我哋意見啦，隨時去聯絡我哋嘅。咁我哋嘅 WhatsApp 啦，我哋有 WhatsApp 嘅 channel，我哋會公布一啲近況啊、近排嘅一啲狀況，都包括一啲塔羅嘅占卜啊，我哋提供嘅服務啊，咁都會喺 WhatsApp channel 嗰邊嘅。咁我哋都開通咗Apple Podcast 啦，我哋開通咗 Spotify 啦，咁同呢個嘅內容係一樣嘅，咁不過係聲音嘅版本嚟嘅，咁都可以去追蹤我哋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